用台语学汉字第28集。即字将废字声读字。教育部等等一寡人讲字是文音，遐是白音。我讲这是无应该存在的白痴音。汉字台语有一定的安定性，字照形音字绝对读字，遐是另外一字。这集来复习进前讲过的字，你就应该清楚，绝对无文音、白音、读册音这种无知的讲法。狗遐的狗应该写废字旁，也是欠字旁。所有我问过，不管大细汉、查甫查某，全部拢选废字旁。教台语的老师用的是知狗不如的狗。亲像即款共音明显无共义的，即集嘛来体会教育部的白痴造句法到什么程度。狗语毋知什么怪物，狗遐安尼写。即集所有正平的用字，对教育部来讲是不存在的，是倒平的白音。有道理无？你家己看。我讲白痴音，有甲因误会无？你鉴定看卖。真假写即字真，真好爱写即字，意思之野，定用伫加强语气。好加强语气，真好；少加强语气，真少。即字说用一支脚行路。教育部的白音讲是细，细家用即字。连讲话的细细念嘛写即字啦。细家写即字细，细细念写即字细，即字念，两字拢含言语有关系的字。倒平的念是呻吟的意思。真白音就读入是吗？无啦，教育部写着呢，两音两字，因为这连国校仔的拢知，教育部就袂写毋对。这就是教育部的程度。上车，台语习惯讲上车。猪、猪无共音无共义，教育部就写袂出来，只好乱号文音白音。走进城门花一招，即字招，台语读含水饺的饺共音，有啥物白痴音读骹啦？即字绝对是白痴造句法的前几名啦。全台湾有偌济人被毒害安尼？左脚、左下，既然拢用即字骹啦，有夭寿无？人的骹、倒骹，即字骹。倒仔骹、树骹，另外即字骹。一骹皮箱写即字。另外即字读曲，入声字。有人查10外年的空虚字典，嘛乱读做骹啦。弦甚至是无应该存在的字。本字的弦，将诗本来就有弦调的意思。莫名其妙加一个心，就已经真无道理，更无可能读悬。透过说文解字对零的解说，咱知影悬安尼写。电脑字写即字悬也可，国字上平嘛。低、低国音国字，弦低就无可能读悬低。弄冤枉算玉仔的意思，即字弄理也，乌白弄乌白处理的意思。弄是动词，处理的意思。有字旁的弄兼有也，拢是为着你，即字弄。三支手的即字弄是变种怪字，是空虚字典袂瘾收的字。车烧弄弄鼓爱写即字，意思结也，弄鼓就是结果嘛。我嘛非常意外，区教育部竟然写即字吼，本意是牛咧吼。
红鞋仔嘛嘛吼，吼甲大细声，即字吼。乌色乌鸦的乌，乌扫扫无一定是乌色的。台语的第三人称他可以直接读做伊，伊也可。加鼻音的音，免写别字，共一字，无共的语感字义。蒙声符明显是蒙啊，意思是芳。蠓啊是即只，蒙水猫，人海茫茫是讲大猫，水茫茫是即字病酒的茫，心茫茫另外即字茫。魍魉的魍，教育部毋知变啥蠓有法度读做蠓，变啥蠓是即只乌蠓，变无蠓是即只白蠓。喜爱的爱，台语老师拢爱去病院读壳有问题嘛？一般人是爱去病院，即字必须的爱。花并无啥物白痴音读会，会意思可也、然也、会使、会晓，即字会。动是动的古字，嘛看会出来有会动的字形。有可能毋是读动吗？只有伫白痴造句法有别个读法啦。共写即字嘛有会合的字形。即字济第7条救济补天的意思。台语讲的济，即字第1条。即字呢字尾词，即字呢词之必然也。台语无习惯讲孤字，就加虚词的安，确定是安尼，就讲安尼。安尼毋知咧讲啥小朋友啦。外口的外写400外人是贵看有许，400外人写即字外，两字拢中式，读共音，无意外吧。即字紧并无快一点的意思，将死是绑紧的意思。现代中文嘛乱用赶紧赶紧，台语文的紧写即字。伤受伤的伤，伤好伤少写即字伤，意思过夜，含真共款，嘛是加强语气啦。顺势时代乌社会的讲法。时代依靠的长辈，即字是。即字褒用土做的，即字褒丈夫常用男子的美称。查调查查甫查某写即字查美也。某人的某无确定啥物人啦，某爱也，查某美丽爱人。绝对毋是查字典才知的某人，这是教育部的文化，咱毋是。乃是近代造字，从女乃声，古文拢讲女也。台语讲呢，嘛有人讲令。姨阿姨妈妈的姐妹，另外即字姨是娘礼的另外一种叫法。即字寝冷夜，啉饭就是寝饭，即字寝就是诗意夜。教育部的凊彩是冷冷的彩色咯，这毋是白痴造句，无是啥。即字彩禁夜，读气声，你爱偌济，给一些些就好，就讲凊彩。即字彩嘛会使读这，意思是禁嘛。才一些些，才迄chút chút啦哦。发音遮，早，教育部拢写即字早，连感叹词的遮嘛早起来，这爱有专辑来详细讲。即字说入声字，
意思敬也，不识就是不敬，神少就是一丝丝啦。甘蔗一节一节，物件一节啊，就是一丝啦。节加片音变载，教育部的纸嘛有法度读载啦。未曾知影，教育部有法度写未知纸啦。即字念意思一看就知，少嘛。即字面中夭本意嘛是少，念名仔安尼写。即两字教育部乱教，我袂瘾乱学。有兴趣的人去问教育部鉴定过的台语老师。先人的先第一条，另外即字先第二条嘛是少的意思。几仙钱本条第二条变调做第一条，为着符合变调规则，教育部讲先人的先嘛有一个白痴音读第二条啦，敢安尼欺骗社会啦！教育部的白痴，我有冤枉因吗？即字啥近代造字，啥可忍，啥不可忍，即字啥？啥物写即字面是下话用词，讲啥物就无咧讲面啊，是单纯咧讲啊，爱照用虚词的即字面。即字道含懒惰的惰共音，水即字才是水。孟子讲的仁义礼智信，条根伫心的时，着随面往背。水啦，用即字。好是责备的意思。学老用即字学，加善尔。豆，台湾人习惯讲豆仔，直流册确实读豆。田，台湾人习惯讲田，我嘛用即字。耕地之田，意思确实是台湾人讲的田。即字有改善的空间，进前无讲清楚，借这个机会补充一下。说文解字本来的小团体安尼写，讲是耕地之田尔，倒边将田，正边弯弯翘翘，像耕区之形。应该即段有漏一字，熟，熟亲像伫田里工作的身形啦。有的字师就甲即字小团体直接安尼写，但是呢，看即字熟的小团体，指出熟即部分哦，田应该安尼写，连电脑字也有支援哦。原来说文解字已经有解说，我进前无看到，即马补充。即字若袂晓读，查字典，常用册读俗入声字，真好查，只有即个音，意思是米字有价值，算简单啦。但是天天的教育部硬教人即字读册，册。另外爱写即字，即字商古册习惯写即字，商米台湾人讲精米，写即字精也可。床眠床毋是读床吧？人床找物件用的写即字床，简写即字床也可。燃将火燃声。本字就已经是有火的燃，当然嘛是读燃。兄，另外即字。波浪的浪第七条，即字浪读平声，意思一游也。浪流连，扑浪讲，拢是即字浪。即两字行去日吗？行去月吗？啥物怪字我袂晓读。踢。行半步就讲踢，另外半步就是踢，入声简化就读做佗。佚佗原来安尼写就可以。即马先复习到第15集，
正评即排有60字，对教育部来讲是不存在的。天天的教育部就乱唬烂，讲是倒评即排的白音啦，所以倒评的本音本义嘛乱去啊，硬斗出不达不切的白痴音。请问啦，学生囡仔如何看捌一般的汉字文章呢？讲是祸国殃民，有过分无？